大家知唔知點解次次紅色瑪利亞去救公主嘅時候，綠色瑪利亞就唔喺度？因為綠色瑪利亞匿咗喺城堡度同公主搏嘢，搏得好嗨，所以綠色瑪利亞就唔喺度。大家相反嘅道理都知道㗎啦。綠色瑪利亞去救公主嘅時候，紅色瑪利亞公主點解又唔喺度咧？就係因為要同公主搏嘢咯。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啟發，令大家知道唔好咁搏命去救人。仲有，我依家讀緊危戰，成班都係死豬閪、死牛閪，我跳你老閪嗰個咩 Winnie 啊，成日嚟受我溝，我點解佢老豆縮埋一嚿？點解佢唔受我溝？我好靚仔啊！我自問係魏志數一數二咁靚仔，點解佢唔受我溝？係咪因為佢已經有愛人，所以唔受我溝？點解唔受我溝？